亦都係我哋嘅獨家消息啊！冇錯，尋日先至證實添嘅，我哋係，就係吳業坤哥，終於要唱上紅館啦！哇！犀利！即係唔使就係一堆人圍住咁唱 I say 1 2 3 4，而家喺紅館就唱呢一句啦。咁啊，記得阿坤哥之前咧就為關淑怡同埋謝安琪咧都做紅館表演嘅嘉賓啦。係。當其時佢就話儲下經驗，第時咧有機會上紅館舞台咧就會好啲啦。咁估唔到佢啲經驗值未必可以儲到好夠啊，就已經好快要即係喺紅館有自己嘅 show 啦。係啦，咁啊以往咧其實喺紅館出現嘅歌手咧能夠開 show 咧都創咗唔同嘅紀錄出嚟啦。咁啊坤哥都算創咗個紀錄喎，係嘛？係啊，因為佢其實係舊年嘅4月先簽唱片公司啦，咁之後就派歌啦，去到11月18號先至出佢自己第一張個人專輯㗎。咁啊之後就攞埋叱咤我最喜愛的男歌手啦，咁即係話大概1年左右簽完唱片公司就已經上紅館，呢個都真係一個紀錄嚟㗎喎。咁最近呢一個紀錄嘅都應該係側田啊。咁啊至於坤哥大日子咧，將會喺8月9號嘅。咁當然啦，知道咗呢個好消息之後咧，我第一時間就揾到坤哥先啦。睇下坤哥點回應先。長師兄多謝你啊！我都係今日先 confirm， 今日啱啱黃昏嘅時候 confirm， 而家要開始準備好多嘢，跟住又要拍劇，跟住又要錄歌，好大嘅挑戰，不過會努力。多謝你。坤哥嘅挑戰咧，應該係食少幾粒燒賣啊，係咪？要操 fit 翻個身形，咁樣成日都覺得自己肥啊嘛。咁啊當然知道咗有得上紅館啊，終於去完到自己嘅夢嘅呢個消息之後咧，坤哥非常之開心啦。咁啊，當然咧作為一個前輩，我都不停都鼓勵佢，咁佢亦都同我講話我一定會加油嘅咁啊。